第26任的君王。第26任啊，是咱蔡英文哦，第几任的中华民国总统哦，一样的意思哦。伊呢是老公的国君哦，姓姬啊，哦，这个是做特别的哦。伊的意思为老公的国君，伊就想讲要甲老公治理的好势，就是像咱的总统，伊就想讲要甲台湾的政治哦，百姓照顾好势嘛。即马伊就问一个，为什么伊会问一个？一定咱为什么会去算命？就表示讲，即个人会算命，就是因为伊感觉伊的命无好，对无？命是歹，即时阵吼，即段时间命是无平安，所以想讲要来看人是哪方面平安，算命是同款的意思啊。即个老公国君就是伊的政治，伊的政权拢有像遮重要的啊。就是伊大臣，即个是大夫，即个大臣呢，拢有3个家族，3个家族遐尔啊，即个庞大的家族掌握80国家的政府，即个3个家族呢，历史上会称叫三皇，三皇。其实这三皇若要实际讲起来，拢是即个老外公因的亲戚某早就对啊，因的祖先，因的。顶一代、顶一代，搁顶一代嘛，第几代算是阿公的对啊，祖先的嘛。即个三环因只是大事尔，大事应该是爱听啥的？国君的嘛，若讲即个君爱神死，神当无死哦。但是即马老公的政策是颠倒变啊！老公国君想要做啥物，拢爱经过三环遮大事的同意。对啊，所以这个老公国君啊，伊这个国君伊做了做安怎？不心酸啊，就对啊。所以想讲要安怎甲这个老公政权会当恢复伫咧君王的身上。伊才有法度甲这个政权当啥，当两个囝，当两个孙嘛即马伊就想讲要来恢复君王的政权，但是有成功无？失败。就是像咱去问算命有无？算命先知影讲咱安怎做，安怎做。即马回来咱嘛想讲要安尼做，安尼做，到尾乱改无起来啊！所以就是无平安，无顺时啊。即马失败呢，这个大神咧想讲，你这个国君已经无听话，不听话了即个若有权利的国君对无听话的大神换掉。即马无共款即马是这个国君无听话的大神要甲国君换掉。即马即个老外公伊就逃亡啦，走去别个国家啦，无伊有可能性命忧去啦，伊就走去这个越国咱讲迄个吴王夫差国西施迄个历史越国。咱来想